總價只要50幾萬就可以攞低呢套東南向，睇山景、湖景、海景嘅兩房啊。你睇對面呢就係橫琴啦，我哋喺呢個小區出發過去橫琴，過咗橋嘅話都係7分鐘就過橋噶啦，去到橫琴口岸呢都係幾個字就到噶啦。全新冇住噶，呢個套房67個方，陽台呢係東南向嘅，門口呢就係北向嘅。你睇到所有啲嘢啊，都未裝啊，啲灶台啊，乜都未裝嘅，攞過嚟呢自己佈置下，原裝就可以住噶啦。兩個房間都係可以有景觀嘅，即係想攞過嚟養老呢，時不時住下，真係非常之唔錯噶。小區出去買菜啊，都好方便嘅，可以過去。鄰里中心嗰度有個買場，萬佳超市啊，嗰度可以買菜。想去行嗰啲大嘅市場呢，距離呢個小區都係2公里咁樣。